Hello，大家好，飛布兩細路小弟請留不中訂閱啦，先啦，記得 follow 飛布兩個 YouTube 一個，不過啲咩咧？真係嚟啦！瑞士熟餅340，冇錯啊，就係講翻依家係2012年買嘅啲嘢，係啦。呢隻瑞士熟餅乸係街500嘅呢個，係啦，在230人至240人嘅啫。曾經依架機就飛過香港嘅，曾經係密到11嘅後世嘅，係啦。呢架機係之前係密到 MD11飛香港嘅隻後另一架，係啦。依家又 HB 咩呢？JMJ 依家係2004年嘅事嚟嘅，佢架機身咧就係花咧就係2011，係啦，冇錯，佢2011啊呢隻機身係啦，冇錯。星美陀4個粉筒。340-300，佢用緊 CFM 或者萊斯羅斯10飛嘅，佢用緊星空聯盟啊，係呢架機係2007年入咗星空聯盟嘅，係啦。呢架機曾經飛香港、東京及新加坡航線，依家就無啦啦飛倫敦喎。巴黎啊、三藩市、洛杉磯、紐約啊、溫哥華，飛過墨西哥城嘅。呢架機就係上300幾啦，200幾300人，好似係。機頭都有雷達啦，波靈嘅呢個有水波，係4個粉筒，係啦，尾係直嘅。好，睇翻啲機位啦，佢而家飛到2027後就2027定2028啦，好似係。飛多年幾2年啦，我佢部就係咁啦。呢度啦，佢未有 WiFi 蛋，係初期冇㗎，後期改咗先有 WiFi 蛋嘅。佢用緊舊花嘅機頭舊花，係啦。好，時間到啦，多謝觀眾嘅記得 follow 訂閱 like 下。不過我哋買埋啲瓜子俾大家先。呢個係。呢個同埋係啦，講完，多謝晒各位，下次條片再見，拜拜，多謝觀看。